主后2024年7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有5万的忍耐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希伯来书12章第19到17节。既然有遮尔济的见证人，亲像云，甲咱包围着，咱着排除一切的阻碍，甲一直在牵绊咱的罪，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。着注神看耶稣，伊是神的创始者甲完成者。伊为着排伫头前的喜乐，无视凌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现在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。着详细想这人的所做，恁才袂灰心失志。伊安怎忍受罪人对伊的侮辱？恁甲最后斗争，还袂抵抗到死的程度？恁敢袂记得上帝苦劝恁，亲像在苦劝囝儿？伊讲：我的囝，毋通看轻主的管教，受伊责备嘛毋通灰心，因为主管教伊所疼的人，鞭拍伊所接纳的逐个囝儿。着忍受管教，上帝款待恁亲像囝儿。敢有囝儿无受父母管教？恁若无受所有的囝儿所受的管教，恁就是私生子，毋是真正的囝儿。受肉体的父母管教，咱着尊重因；何况受灵性的爸管教，咱敢毋应该着搁较愿意顺服来得到换命？肉体的父母暂时久照家己的意思管教，毋过上帝管教是要互咱得到利益，目的是要互咱有份伫伊的圣洁。咱逐遍受管教，袂感觉欢喜，反倒忧伤。毋过经过管教锻炼了后，会结出和平的果子，行做正直。所以，恁骹酸手软的，着坚强起来，着修得恁要行的路，才免互摆的骹脱轮，反倒得到医好。着努力甲众人和睦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若无，无人会见着主。着谨慎，才免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，才免有毒草发起来，造成危害，逼到真侪人受污染。才免有人淫乱，无敬畏上帝，亲像以扫为着一顿食出卖大囝的名分。恁知，后来伊爱得到祝福的时受拒绝，因为伊流目屎恳求嘛无得到，因为伊找无机会通悔改。有5万的忍耐。每一个行远路的人，拢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大的行李愈少愈好，免得造成负担。咱行天路也同款，若心中有一个小负担无放下，起初检采袂感觉伊是阻力，但是愈久愈会感觉伊的沉重。比如讲，参加走表的时，敢若挂一条破链也会造成妨碍，因为当人在跑走的时，迄条破链会喊来喊去，真可能互人分散注意力，致使成绩不佳。上帝放伫每一个军队者头前的，毋是一只安乐椅，是一条长远的路。当一个人得救顶头生以后，上帝就爱伊不断向前奔跑。人在学骑脚踏车的时，有一个重要的诀窍，就是目睭爱看头面前，双脚爱持续踏脚踏，才袂摔倒。
表图行走天路，应该亲像骑脚踏车共款，保持一定的速度向前行，若无真容易会跋倒。走行天路，毋是亲像食饭后伫散步，通随意懒死世界行路，反倒是亲像经过一条有野兽和贼匪出入的路径，必须小心谨慎，因为做就亲像埋伏的野兽和贼匪，时常要攻击人。因为安尼，人伫人生上若无谨慎，无求进步，就会有极大的危险。耶稣所受的十字架苦难，是天路历程痛苦的上高峰，也是救恩成败的关键。耶稣既然受十字架的苦难，表示伊已经忍受一切苦难，搁取得完全的胜利。咱既然跟对主耶稣行走天路十字架的道路，就着仰望伊的怜悯甲恩典，做咱行走这条路的动力。疫起这部电影主要讲述SARS疫情期间，一间病院受迫封闭隔离的时所发生的故事。片中有一幕触动人心的情节，就是身为外科医师的男主角必须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。因为伊受安排伫首批通离开隔离病院的名单，但是伊啥时阵发现院内有一位待产的孕妇染疫，当时除了伊，无任何外科的医师会当为孕妇来动手术接生。伊究竟是要选择离开病院？无视这位需要帮衬的孕妇，还是选择留落来，冒着家己也会染疫的风险来抢救孕妇呢？安尼的情节也带互观众反思：假使你是这位外科医师，你会安怎做？真侪信心的伟人见证，因虽然经历各种试炼甲苦难，毋过因拢伫无同的境遇留落美好的见证，保持信心，行完因着行的路程。既然这真侪无同时代的信心伟人，拢会当伫无同的境遇中表现因信心的功效，得到上帝为因所做的见证。那安尼，真侪人共同的经验，就足以让咱证明上帝的信息。伫咱着走的路程中，无论遭遇甚物难阻、患难、危险，也必定得到上帝的帮衬，同款得胜。所以咱毋通灰心，反倒当着爱努力向前行。默想，伫信仰之路，我安怎活出基督的性命，留着美好的见证？伫信仰之路，我安怎活出基督的性命，留着美好的见证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行走天路的时，我难免会因为路途艰难、遥远、疲劳、野线、灰心。求你，互我伫拄着艰难险阻的时，还袂记得你的话，会当从中得到力量甲安慰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